来看，虽然警察有特殊表现，是会当跳级升职咯，也毋过今仔有立委指出讲，10档来，互提报跳级升职的只有20件，嘛只有一半通过。立委是呼吁警政署着爱全面检讨，放任通过的标准，毋通打击基层的士气。台南伫咧2年半之前所发生的枪击案，有一位涉嫌枪炮杀人未遂毒贩，对高阳走到台南，台南甲高雄的警方联手办案。经过激烈的枪战，顺利抓到歹徒。台南甲高雄的警察局联合提报3位英勇的警察，申请破格申请，验过所获警政署以无符合具守讲、无符合冒生命危险驳回。根据警政署的统计，全台湾警局10年来提报破格申请的只有20件，其中只有10件通过。他连警察都敢杀了，都敢直接开枪打警察。所以如果像这么英勇的行为啊，而且还是2个县市、2个直辖市啊联手提报，没有通过，也没什么原因。你说什么位居首功？没有通过的警察同仁啊，他们怎么想？或者是他们的其他同仁会怎么想？既然是打破常规，就是一定是跳过这么多人，所以要很慎重啊。这个我们会来慎重来评估、来考虑。根据警察人员申请办法规定，有冒生命危险得到重要的犯人。消除祸患的特殊工作，并且具守讲的人应该申请。验过各地警察局每年申请的数量只敢个位数，或者是挂零。像去年总共有45件警察应征的刑案，验过无半件提报，这表示申请的条件伤过悬。立委关心警政署驳回理由，仍然是以无符合具守讲为理由。定是替换地方警局的审查机制，就不以所谓的冒生命危险为唯一的一个审查的一个准据。最近20年，总共提报的是52件，通过的是27件，那通过人数总共是46位。警政署表示，对犯罪手法愈来愈新，特殊的攻击办法也需要得以进步。对外界所关心的声音，因会来伫检讨。立委要求爱检索检讨审查机制。尊重第一线警局的判断，将款认定，以免影响基层环境的士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